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醫道鹽之傳承，我係 Eric。對我過往嘅經歷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睇返我寫嘅呢本書。大概10年前，我有1年半嘅時間跟隨一位扶陽派嘅醫師臨床學習。當時一日最多睇10位病人，病人之中80%係女性。就因為咁，我慢慢就掌握到肝病同埋婦科病。婦科病歸屬於循環辯證第2部分，肝功能失調係絕大多數婦科病嘅核心病機。呢部分嘅病人因為氣機失調，身體都開始出現功能性嘅問題，例如容易疲勞、消化不良、腹脹，甚至呼吸都會有啲不暢順。嚴重嘅時候，尿液會變成濃茶色或者可樂色，手掌大小魚際位置會出現紅斑。情志方面呢，就會暴躁，多數係輕症；焦慮、嚴重抑鬱，多數都係屬於重症。因為我本人曾經服用過9個月嘅費盧抗生素，呢種抗生素已經永久傷害咗我嘅肝功能。完成咗療程之後嘅2個月，情況最差嘅時候呢，小便嗰陣係可樂色，眼白變黃，但去南葵涌醫院覆診檢測報告卻話發現唔到有問題。就因為咁，我意識到當檢測報告確診肝臟有問題嘅時候，其實病情已經係好嚴重㗎啦。亦因為咁，我對治療慢性肝病、婦科病都有啲心得。呢個心得就係肝病同婦科病需要好用心去調理，必須要長期用中藥配合自律嘅生活。現代醫學係好難去逆轉病情，可惜而家好多老中醫退咗休啦，佢哋嘅技法基本上已經失傳。我細個嗰陣去中醫診所，成日坐醫師伯伯隔離搞震啦。我見到嗰陣醫有乳房腫瘤都係揾中醫睇嘅，嗰陣冇而家咁注重私隱啦。我仲記得醫師伯伯話，只係經脈堵塞咗啫，飲藥就會好返㗎啦。如果個瘤變咗石仔咁硬，先去做手術啦。而家嘅醫師已經喪失咗中醫整體性嘅觀念。所謂不謀全局者，不足以謀一域。學咗西醫，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而且濫用粉劑代替湯劑。藥粉雖然植物嘅細胞壁已經被打破，但係人體對固體粉末嘅消化吸收能力，其實係取決於病人嘅脾胃功能。請問有幾多病人消化功能係良好嘅呢？而且粉劑份量又唔夠。中藥材嘅水解破壁同物理破壁其實係有根本性嘅差異㗎。就算係同一條方劑，兩者所產生嘅藥效呢，其實都會截然不同㗎。水解破壁佢其實係類似人體嘅消化作用，能夠創造出新嘅活性成分，因此呢更容易被人體吸收。我30年前讀中學嗰陣呢已經有教啦。湯者當也，軟者緩也。用湯吸收快，起效迅速，飲完藥能夠即刻俾腸胃吸收，藥力可以迅速達到病位，發揮作用。而家有啲機構將小柴胡湯做成軟劑，軟劑同小柴胡湯個方劑意義其實係根本相反嘅。試諗下，而家屋企有大堆舊雜誌起火，唔用水桶裝水救火，反而用水杯救火，呢個係咩 logic 呢？我覺得只要糾正錯誤，傳承返中醫幾千年嘅智慧，再配合現代科技，中醫術必然係最強嘅醫學。2015年我患咗肺癆，送咗入醫院隔離咗10日，但係肝病同埋脂瘤都係我自己醫嘅，就係呢個深刻嘅體驗，所以我對肝病同婦科病分咗3個級別。輕症係氣病，中症係血病，重症呢就係臟腑嘅病。輕症會煩躁啦，冇胃口、腹脹、脅肋脹痛，間中眼白泛黃、眼乾。女性呢，乳房有時會脹痛。中度嘅症狀呢就係手腳容易瘀青、疲勞啦。疲勞嘅原因呢係因為肝血不足啊，消化不良啦，肢體乏力，皮膚容易有蜘蛛斑。皮膚無名痕癢呢個症狀呢，其實係代表咗肝功能正在下降，處理唔到膽炎。另外，女性患有子宮肌瘤、卵巢囊腫、嚴重經痛、月
月經顏色暗紫有血塊。如果舌質係老舌嘅話咧，即係蘋果舌啊，就代表心陽不足，咁就好難醫啦。脾陽非常虛弱。重症嘅話咧，就會容易血糖低啦、脂肪瀉啦，即係屙油啊。嚴重眼乾、嚴重貧血、極度疲勞，會出現肝掌。肝掌即係手掌大魚際嘅位置咧有紅斑，呢個時候咧肝臟有機會已經纖維化。另外，女性會患有經閉、崩漏不止，甚至惡性腫瘤等等。我見過好多病例，肝掌兼夾足後跟皮膚乾裂。咁樣係表示咗腎精唔夠，肝唔夠血，腎肯定會消耗腎精去補充嘅，結果就造成肝腎一齊虛，精血虧虛，正常應該會脫髮，但我見過好多重症案例，頭髮反而非常多，而且脈象都算正常。呢種情況咧就叫脈不對症，症不對象，通常係好難醫嘅症，因為身體已經失調啦。另外咧，腹積水、脾臟腫大等等都係重症嘅病徵。如果手掌心潮紅嘅話咧，呢個係糖尿障。另外，膽囊如果出現咗問題咧，右肩右手係會異常地疲勞，原因咧係肝功能下降，導致製造膽汁嗰陣嗰個環節出問題。呢個症狀咧，因為我太有經驗，如果右上腹橫膈附近痛，就建議去做超聲波檢查啦。睇下有冇膽結石，如果舉起右手就可以舒緩呢個不適咧，多數都係膽有問題。肝病、婦科病嘅核心病機係氣機不暢，而情緒不穩係導致氣機不暢嘅原因之一。另外咧，飲食寒涼引起消化不良，試食辛辣咧就造成濕熱下注，衣着過少、身體受寒造成寒凝血瘀，都係直接引起氣機不暢嘅原因。我讀中學嗰陣咧，有位女同學就因為想準時上呢個游水班啦，所以咧唔知邊個教佢用冰水嚟浸腳啊，可以令到月經遲。咁結果咧，月經事實係遲咗，但係月經嚟嗰陣咧，佢就暈咗喺班房啦。呢個係真人真事嚟㗎。其實情緒不穩、飲食不當、身體受寒係絕大多數疾病嘅成因，好多熱症咧都係由寒嚟引起嘅。我就有一個關於情緒病引起肝病嘅真實案例，係幾有分享價值嘅。呢位病人係我同事，本身有 B 型肝炎，據佢講健康情況越嚟越差，經常失眠，所以咧就請我幫忙。病情治療過程咧就唔係重點，總之咧我用滋陰補血藥，佢就口渴反胃；用扶陽溫補嘅藥咧就口渴流汗，仲要加重咗血虛。疏肝健脾處方情況就更差，經過1個多月，情況咧就反反覆覆，時好時壞啦。本來打算睇多2個星期咧，我就打退堂鼓噶啦。點知病情嘅轉機咧，就係喺佢親人過世之後。由於同事嘅一位同住親人患有嚴重嘅長期病，佢咧長期以來情緒低落，過度嘅擔憂咧都影響到佢自己嘅健康。同時呢位親人過身之後咧，佢就開始晚晚瞓得安穩，食一個當歸生薑羊肉湯，面色咧就開始有返血色，冇再周身痕。你可以講近乎不藥而癒。呢個案例就證明咗負面情緒係會嚴重影響健康嘅。我以前個和尚師傅成日同我講，命由己造，境隨心轉，心轉則命轉。有病一定要先調整好自己嘅心情，負面嘅情緒只會令病情惡化。大家記住，肝有問題往往會波及脾胃，繼而進一步咧影響心臟。呢個情況叫做子道母氣，脾土係阿仔，心火係阿媽。如果阿仔體弱多病，就會不斷咁消耗阿媽嘅元氣，因為阿媽要照顧個仔啊嘛。長遠咧就會導致母親都虛弱埋一齊病。一陣咧我會再解釋。《黃帝內經》對於婦科病係有好多描述嘅，我就節錄咗5條原文同大家分享。第一段話，女子到14歲，沖任2條脈就通暢旺盛，開始有規律咁樣排卵同埋排月經，咁就代表咗能夠懷孕。換言之，沖任2條脈同月經不調係有關。
第二條我會解釋多少少，二陽意思係陽明經，脾胃咧係表裏嘅關係，胃功能失常，脾嘅運化功能受影響，就會導致氣血生化能力減弱。同時，脾主統血，負責令呢啲血液喺血管裡面正常運行。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心屬火，脾屬土，火生土。所以心同埋脾係母子嘅關係，而家脾受傷啦，拖累到心，即係阿仔拖累阿媽。脾虛嘅時候耐咗，就會令到耗傷心血心氣，呢個咧亦係抑鬱症嘅病機。第三段講嘅係類似子宮瘤嘅成因，寒凝血瘀係根本原因，同埋子宮裏面有東西咧就會引起經期唔準時。第四條係講經閉或者嚴重貧血，大脫血我嘅解釋係營養不良，以前饑荒造成，而家咧就係過度節食或者脾陽過度虛弱造成嘅。另外精血同源，醉酒加埋房事過度咧就會傷害咗肝腎，都會造成血枯。第五段講過度悲哀咧係會令氣機鬱結。呢度咧，我覺得係長期性嘅情緒低落。包絡絕咧，我就理解係子宮嘅經絡阻塞不通，然後咧氣機鬱久就化火，跟住咧虛火咧就會令到所謂嘅撲血妄行啊，即係啲血咧就唔會沿住條經脈去走，從而咧就形成呢個崩漏嘅情況。虛火咧就只係崩漏嘅導火線。其實佢嘅根本原因咧就係脾陽虛，或者心肝腎都係一齊虛，呢個先係佢嘅根本原因。據我嘅經驗，感冒期間脾胃虛弱係好容易造成崩漏嘅。其實《黃帝內經》裏面咧都仲有好多條文關於婦科病嘅成因。咁我而家節錄咗少少出嚟咧，其實係想俾大家知道點解我將《黃帝內經》設定成循環辯證呢個系統嘅核心理論。好多女性都會慢慢墮入途中呢個惡性循環。呢個循環嘅起點多數都係情緒不穩、飲食不節、寒濕內凝等等因素，導致氣機不暢，影響脾胃吸收，營養吸收出現問題，影響氣血生化。氣虛血弱又反過來加劇呢個情緒不穩，然後加劇氣機不暢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啦。氣機不暢嘅意思咧係身體內部出現咗交通堵塞，氣血流動有阻滯。另外，任何精神上嘅創傷，最終一定會反映到肉體層面嘅。呢個中西醫都認同㗎啦。由此可知咧，精神同埋肉體咧其實係不分離嘅。呢個肉身同埋精神其實係好似硬幣咁樣，一體兩面。各位女士跌入咗呢個死亡螺旋之後咧，就唔係咁容易翻得到出嚟㗎啦。各位平時飲凍嘢嗰陣咧，其實咧就好似飲緊自己嘅氣血咁樣。越飲咧氣血就越少，脾胃功能下降，吸收營養能力咧變差，氣血減少生產。咁而家就講下實際嘅解決方法。第一，解決肝氣鬱結；第二，改善脾胃生化功能，咁先可以有源源不絕嘅氣血供應。脾胃功能強健啦，飲食嘅營養先至可以進入血液。肝主疏泄，調暢情志。當人有負面情緒或者壓力過大嘅時候，一定係首先影響到肝功能嘅，咁就會造成肝氣鬱結。跳出呢個死亡螺旋咧，有4個步驟：第一，減肥；第二，改善飲食質素；第三，清感冒；第四，調肝溫養氣血。各位留意啊，我而家講嘅係一般婦科病嘅輕症、中症，有啲嚴重個案夾雜肝硬化同埋腹水。你同佢講養生、改變生活習慣，嚟唔切㗎啦。情緒不穩嘅人咧，唔會聽你講任何道理嘅。身體唔好嘅人咧，情緒係特別唔穩定。言歸正傳，要跳出上面嗰個死亡螺旋，首先就要減肥。10個肥人10個都虛，要減肥就要努力將體温維持正常。疫情時候每朝都要量體温，我見有啲30幾歲嘅同事咧，體温長期都唔足36度，咁就太低啦。
《黃帝內經》話：氣血者，喜溫而護寒。我哋身體嘅循環系統需要足夠嘅體溫去維持。身體好智能㗎，當感覺到唔夠暖，就會拎咗啲營養去生產啲脂肪出嚟保暖。就好似冬天咁，正常情況下每個人都特別容易肚餓，原因係身體通過收縮毛孔阻隔寒氣，同時將陽氣保存喺身體裏面保暖。呢個時候自然胃熱足夠，消化能力強，身體就有資源去增加脂肪保暖。但係如果呢個人本身氣血唔夠呢，咁就反而會胃痛冇胃口。有機會再解釋。到天氣熱啦，身體裏面嘅陽熱之氣就會隨住汗水排出體外散熱。正常嚟講呢，胃口就唔會有咁好噶啦。呢個亦係消化系統休息嘅季節，所以呢，夏天係特別容易受嘅。此乃天道。現代人呢，生活不合天道，長期就 keep 住喺低溫環境裏面生活，毛孔長期收縮，散唔到體熱，你嘅食量當然會維持喺冬天嘅狀態啦。胃熱咧又會令你食多咗嘢，維持脂肪保暖，長期飲食過量，脾胃功能因此而過勞變弱，最後咧氣血唔夠，營養又唔夠又肥，好多疾病咧都係咁樣慢慢累積形成嘅。呢啲脂肪係一種長期性投資嚟㗎，之後你每日吸收嘅營養咧又繼續浪費嚟維持呢啲脂肪保暖。營養唔夠，加上氣血又唔夠，身體越嚟越虛寒，跟住咧又要增加脂肪保暖，脂肪越嚟越多，冷氣咧又要越開越大，日日着住件脂肪棉胎就會覺得好熱啦，又要揾凍嘢去飲，脾胃跟住咧又越嚟越差，呢個咧又係一個惡性循環。仲有大家平時長期喺低溫環境生活，就會流鼻水鼻涕啊。其實呢啲咧係血化生出嚟嘅，陽虛嘅人特別多口水鼻涕、牙血，容易出大汗，血液消耗咗，又要骨髓做血補充。所謂精血同源，汗血同源，腎精就係咁樣白白浪費咗去補充呢啲口水鼻涕。記住造血咧，其實都係靠個腎，會消耗你嘅腎精，所以成日流汗、流鼻涕、鼻水就會腰酸。氣血唔夠咧，就會頭痛。大家記得每日做運動，強健體魄，陽氣足，體液就唔容易流失啦。咁血氣就足。當身體 detect 到正常嘅體溫，就唔會再用資源去維持呢啲過剩嘅脂肪。咁咧就會將營養咧用翻去補充你消耗咗、損傷咗嘅地方。咁你個人就唔會咁快衰退啦。好，呢個係基本減肥法。第一，每朝都飲生薑陳皮水，呢個測試過啦，我揾咗30幾個人幫手，平均咧就每個人減到2至3磅。飲陳皮生薑水咧係為咗散寒去濕，啲寒氣慢慢散咗，身體就唔會製造咁多脂肪去保暖。當然啦，室內溫度唔可以過低。我以前喺中環返工咧 ，office 就平均18度嘅。啲同事咧確係特別肥，而且咧特別容易感冒。瘦人火多咧就加多啲紅棗，落少啲生薑。肥胖嘅人咧可以用紅糖代替紅棗。第二，每日快行最少10分鐘，呢個係為咗強健心臟、升高體溫。運動咧仲可以去濕，脂肪太多、濕氣重。啲熱透唔到出體外咧，悶喺身體裏面，個人咧就會成日覺得好熱同埋口乾，然後咧又會想去飲凍嘢降溫。你運動咧，即係等於溫通經脈，每日做少少運動，效果好過任何處方。一定要 keep 住運動，促進氣血循環。第三，停止慢性自殘，長期食凍嘢落肚，好容易傷腸胃，好容易肥。各位有冇見過啤酒肚？講咗好多次，脾胃咧係氣血化生嘅來源。之前講咗，氣血生發出問題會傷到心臟，血唔夠，咁塊面咧就會又乾又黃。另外我提一提，中年人或者抑鬱症嘅人咧做運動嗰陣，千祈唔好出大汗，因為咧汗出太多咧就會傷到心陰啊。因為抑鬱症嘅病機咧其實係心陰不足。
尤其係生完仔元氣大傷咧，就會好容易出現短暫嘅抑鬱症狀。圖中呢個處方咧係用嚟補翻心嘅陰液，心藏神，神志安定咧，其實係需要足夠嘅血液咧嚟滋養。心陰不足，心失所養，就會成日哭哭啼啼。呢個時候一定要用藥去補翻。處方我俾埋各位，補翻心陰，自然冇事噶啦，唔使去睇精神科。同時記得曬太陽或者食維他命 D3。記住補藥咧唔可以長期用嘅，心陽太旺咧，個人就會成日傻笑；心陰唔夠咧就會抑鬱。陰陽其實唔係好難分嘅啫。以我嘅經驗，飲食不當係好多疾病嘅成因。當我遇到原因不明嘅症狀咧，我通常都會檢查病人嘅飲食習慣。我就曾經幫阿媽嘅一個朋友睇病，佢係腳麻痹腳腫。咁我上到佢屋企睇佢個廚房咧，好多麵包杯麵。佢一星期咧就煮一次餸，煮一次飯。食飯嗰陣咧就會早1個鐘喺雪櫃拎啲餸菜出嚟。咁我見佢咧冇翻熱啲餸菜咧就咁食。佢啲白米咧都開始有谷牛，估計應該只係會間中煮飯。我上面講過好多次啦，食物係生化氣血嘅來源，你冇可能靠麵包杯麵、冷飯菜汁呢啲嚟吸收營養噶嘛。呢位老人家咧，我冇即時幫佢煎藥，我叫佢先每日自己煮飯，譬如食蒸魚啊、白飯啊、糙米飯啊、炒啲家常小菜。我要先觀察改變飲食習慣之後嘅情況。結果咧，佢3日之後就話對腳已經冇咁麻痹啦。腳腫係同腎有關。腳麻痹咧同氣血有關，處方咧我上集已經寫咗出嚟噶啦。另外中毒咧真係冇辦法處理嘅，例如飲茶，好多人以為健康，其實裏面好多陷阱。而家好多茶樹落農藥激素，等啲茶樹咧7日發芽，你諗下飲咗之後會唔會有益健康？又例如龍井茶、各種紅茶。有啲人咧就會將啲舊茶用化學原料咧再染色重新出售，好似嗰啲工業顏料圓角綠會直接咧傷害肝腎。有啲劣質嘅普洱茶咧就會用發毛嘅方法咧去將新茶快速變舊茶。發咗毛嘅嘢長期食用咧一定會傷害健康。我本人咧就好中意飲茶嘅，因為中過招，所以已經戒咗茶啦。咁珍珠奶茶嗰啲唔使講啦，俗稱廢水。我聽聞咧，台灣發明咗手搖飲品之後咧，就好多人需要洗腎嘅，所以咧，我勸各位咧，最好就戒咗佢啦。而家出街食飯咧，大部分都係預製菜，好多家庭都習慣預製食物，第2日翻熱嚟食。其實呢個行為咧，對健康係唔好嘅。根據網絡上嘅資料啊，啲隔夜老火湯啊、隔夜嘅綠色蔬菜啊，好容易就會產生大量嘅亞硝酸鹽。亞硝酸鹽喺體內特定嘅條件下咧，就可以轉化為國際公認嘅致癌物亞硝胺。短時間內過量攝入亞硝酸鹽會食物中毒，長期咧慢慢攝入就會損害消化道嘅功能，同埋增加患癌風險。而隔夜嘅肉類同埋湯品，更加係細菌繁殖嘅溫床。即使你經過高溫加熱殺菌咧，但嗰個繁殖過程所產生嘅毒素咧，其實係冇辦法被消除嘅，同樣係會對身體造成損害。食物最好咧就食幾多煮幾多，一定要嗰餐食完。如果真係有剩嘅話咧，都要盡快食晒佢，盡量唔好隔夜。要身體好，首先就要食得好。得閒多啲喺屋企親手煮飯，多啲燉湯補下身。咁今集就結束啦，我下集就會講埋清感冒、調肝、溫陽氣血，同埋我都會 share 翻我治療肝病、婦科病嘅思路。咁下集見啦，各位，拜拜。